多人热爱棒球，而中华职棒 Lamingo 桃园队今年的加油歌曲就多了客家元素，因为主场地就在桃园，当地有很多的客家人，为了要更贴近民生、入境随俗，因此呢就把《客家本色》这一首歌改成了电子舞曲版。比赛的中场，啦啦队跳起这首歌，让客家音乐在棒球场上飘扬。 桃园国际棒球场内，按照惯例，比赛前啦啦队先跳舞暖场。穿着清凉、笑容甜美的 Lamingo Girls， 伴随着流行歌曲《扭腰摆臀》，比赛中场戴上了斗笠，却跳起了客家舞蹈。 《客家本色》这一首歌改成了电子舞曲版，炒热了现场气氛。每回一播放，客家歌曲朗朗上口，舞蹈也很有客家风。我们是有点类似像我们那种的采茶舞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先从左边，然后先往前面，然后慢慢的摘的叶子，然后又有点臀部要有点这样子的感觉，懂吗？好，有点采茶。客家采茶、铲土这些动作都融入了舞蹈。 眼前这些女孩们不是客家人，不会说客家话，却是透过了舞蹈更了解客家。我觉得超欢乐，我自己很喜欢。然后，因为它是属于很欢乐的风格，然后跟我们客家人的特色还蛮像的。因为客家人除了勤俭持家之外，就是有强硬精神，所以他的歌词，然后跟他的曲风都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 就变得更有活力了，对啊，就把它改编成另外一种版本，然后但是还是可以听出客家人的特色。 因为这支棒球队主场比赛都在桃园，为了亲民更加在地化，啦啦队表演也要入境随俗。这点子来自球队的副领队。这2、3年的经营，我们一直在想，怎么样能够更贴近在地的球迷。因为桃园的这个城市有将近40%甚至超过是客家人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希望说有一些客家的活动在球场出现。 《客家本色》这一首歌的歌词提到了客家人不怕困难、应景的个性，和运动员永不放弃、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一样的。搭上了棒球的顺风车，也让客家音乐飘扬在棒球场上。跑垒时扬起的尘土，只会让目标更清楚。球场上努力的拼搏，只为了梦想的实现。客家本色的精神飘扬桃园球场，加油女郎轻盈跳出不服输的感动时刻。